歡迎收聽和你看天下。呢一條片要講講我偶像主席嘅紅顏知己馬英九。小馬哥馬英九日思夜想嘅蘋果哥呢排威風咯，一個星期內見完特朗普就再見普京，總之啦，不停見啲普普就盡顯天朝大國嘅神威啦。而家Donald Trump仲未敢下決定，到底賣唔賣140億武器俾台灣嘅。Donald Trump依家仲諗緊大豆重要，抑或台灣重要？嗱，呢個時候小馬哥就爆出非常 juicy 嘅失智疑案啦。到底馬英九是否患上失智症呢？OK， 咁首先馬英九有冇失智啊？呢單嘢係咁樣開始嘅。3月16號，馬英九就炒咗馬英九基金會嘅 CEO 蕭旭岑同埋黃光慈喎。呢個蕭旭岑個名真係好鬼難讀嘅。咁蕭旭岑就炒咗啦，就改為戴夏玲做 CEO 啦。3月23號，基金會就指控蕭旭岑同黃光慈嚴重違反財政紀律，就揾緊律師告呢兩條友嘅，又成立一個內部嘅調查小組，就諗住查佢哋咁啦。各位，咩叫違反財政紀律呢？即係簡單啲講啦，貪污落格咯。馬上小馬哥就揾咗跟咗佢多年嘅台灣紅顏知己金溥聰就接手呢個基金會啦。個調查小組就要直接向佢報告嘅。馬英九就話蕭黃兩條友仔去大陸接觸啲台商，未有向基金會說明財務往來就令佢心痛落淚咁。咁即係點呢？即係有可能阿蕭同阿黃去大陸叫啲台商捐錢，台商就受氹啦捐錢啦，阿蕭同阿黃自己落咗袋，大概係類似咁嘅指控啦。大家知道啦，小馬哥係喊包嚟嘅，佢落淚都好平常啫。小馬哥話今次六親不認噶啦，即係唔放過阿蕭同阿黃噶咯。咁呢個蕭旭岑就反擊啦，話有人利用緊馬英九記憶嘅狀況從中操作。即係點呢？即係話馬英九腦懵咗啦，冇記性啦，俾人利用啦。好啦，去到4月20號啦，馬英九寄咗一封雙掛號嘅信俾調查小組，就想催促調查小組快啲提交調查結果。點知道調查小組嘅成員阿李維德明串馬英九，話間郵局係你屋企開嘅，你急乜嘢呢？咁5月11號啦，馬英九親自打電話就俾調查小組嘅成員下達最後通牒。總之5月27號前要提交報告。咁小組成員就反擊，話調查不應強設期限嘅。然後現任國民黨嘅主席鄭麗文就叫馬英九好好退休啦。鄭麗文話好擔心馬英九嘅失智情況。哇！呢句嘢一爆出，馬上轟動台灣啦。Donald Trump 有冇出賣台灣，反而變成小新聞。到底馬英九有冇失智，就成為台灣人熱烈討論嘅焦點啦。去到5月21號晚事件進入高潮。馬英九嘅老婆周美青同馬英九嘅大家姐馬爾南發出咗一份聯合聲明，內容就話希望馬英九真正退休，安享晚年。考慮到馬英九日後醫療嘅需求同埋照顧護理嘅計劃已經同馬家嘅親屬達成共識啦，正式就委託馬英九大家姐馬爾南擔任主要執行者。如有必要馬爾南代馬家對外說明咁。即係點呢？即係間接承認馬英九健康有問題似乎真係患上失智症啦。嚟到呢度我又岔開講句得意嘢。馬英九嘅大家姐叫做馬爾南馬英九嘅二家姐叫咩名呢？我相信你點樣都諗唔到噶。馬英九嘅二家姐叫做馬乃西，即係牛奶嘅奶就冇咗個女字部啫。呢個名真係冇乜人敢用廣東話去讀嘅。本來馬英九失智都好平常啫，列根總統老來都失智啦，戴卓爾夫人咪一樣傳出失智啦，不過家人冇正式確認啫。小馬哥成日思念對岸嘅蘋果哥，會唔會加速佢智力嘅流失呢？都好難講啊！馬上 juicy 嘅情節發生馬英九親自出場反擊自己嘅老婆同自己嘅家姐。馬英九話絕對不能由馬爾南安排及執行佢嘅醫療及個人事務，不能由馬爾南代表馬家親屬發言，更加不能完全同意馬爾南嘅主張。馬英九基金會會全部交俾現任嘅董事局成員處理。
佢又強調現任4位新嘅董事呢，人品端正、操守清廉咁。跟住咧，馬英九更加親筆寫咗篇稿喎，再出埋一條片就表示自己冇失智。影片入邊咧，馬英九話唔好企圖用失智呢個理由啊，然後做啲唔應該做嘅嘢，大家清唔清楚啊？咁小馬哥又話佢親手寫呢篇稿咧，上到法庭都可以用嘅。呢個時候咧，馬英九最信任嘅左右手阿金溥聰咧，再特登加把口。金溥聰話：大家都認為你完全失智，所以所有發出嚟嘅聲明咧都唔係你嘅意思，你依家咧就變成其他人嘅工具咁。咁啊，馬英九就回答啦：我所講嘅嘢，我發表嘅聲明冇經過人嘅，完全代表我個人啊。如果有人再污衊佢，佢就會告上法院。然後咧，佢就再依照阿金溥聰嘅指示，用科學毛筆喺手稿上邊咧簽翻個名。各位，以我嘅觀察咧，馬英九同金溥聰十分有 BL 感覺嘅。金溥聰疑似係馬英九台灣嘅紅顏知己。好啦，咁呢單 juicy 嘢下一步點發展呢？我就估計啊，多數咧內部解決啦，傾掂數咯，唔會真係鬧上法庭嘅。因為鬧上法庭繼續燒落去咧，一定就攬炒嘅。國民黨大出醜，我諗啊，唔排除中共阿黨都會出手阻止啊。大家睇下馬英九發表聲明之後，涉案嘅蕭旭岑咧，仲好招積咁講：既然馬英九冇失智啊，咁就好啦。蕭旭岑話佢所做嘅一切咧，都得到馬英九同意嘅，有馬英九簽名嘅，馬英九冇得話自己唔記得啦。OK， 咁嚟到呢度咧，輪到我推理下案件啦。首先你問我馬英九有冇失智呢？我嘅答案係有。問題只係第幾級嘅啫。以我觀察咧，馬英九大概啦，應該 MCI 即係輕度認知障礙啦，去到輕度失智之間啦。通常咧，學歷高嘅人咧，可以用經驗同語言啊去掩蓋病情嘅，掩蓋一段時間啦。外行人咧冇咁容易睇到嘅。香港嘅689梁振英應該咧亦係 MCI 呢個級別咁啦。馬英九比阿梁振英嚴重些少，梁振英就細阿馬英九4年嘅，到阿689 75歲，失智程度可能超越馬英九嘅。馬英九基金會一班高層相當有可能就趁住小馬哥懵下，咪上下其手揾食咯，唔係點啫？咁呢個馬英九基金會嗰盤數咧就唔清唔楚嘅。於是咧，基金會內部有人向馬英九告密啦。MCI level 嘅小馬哥知道咗，唯有點呢？將佢剩餘嘅智力都逼晒出嚟啦，同對方鬥一鬥咁啦。點知道對方一啲都唔怕喎。呢個時候，馬英九老婆睇到啦，勢色唔對啊！一則咧，呢個基金會根本爛到透嘅，嗰盤數唔清唔楚，燒落去馬英九隨時要負上刑事責任噶，有啲嘢上身噶，到時馬英九嘅名譽咧就晚節不保啦。一個唔該處理失當咧，民進黨檢控馬英九都得噶。到其時國民黨班友仔就唔可以話民進黨政治迫害、政治報復啦。因為咧，呢鑊嘢係你國民黨內部鬼打鬼、鬼食鬼自己搞出嚟嘅。咁所以馬英九老婆周美青睇到咁嘅情況，反正啦，馬英九亦真係啦，已經 MCI 啦，正常發展落去，佢嘅健康咧只會不斷向下嘅，遲啲需要長期照護咧，亦係意料之內噶。咁不如索性啦，趁住呢個機會啦，高調咁宣布正式退休，安享晚年啦。以後離開政治呢一潭污水，咪一了百了，安安樂樂咯。但係馬英九依家大概都係 MCI 到輕度失智嘅程度啫，佢又點可以接受家人咁樣夾佢脫離政治圈呢？呢個世界如果你話自己腳痛、坐骨神經痛，又或者前列腺指數 PSI 好高用呢啲理由落台呢，仲叫做光彩啲啊！假如因為失智自己鞠躬下台呢，好多人真係接受唔到嘅，尤其是係馬英九呢啲以為係大人物嘅前總統。更重要嘅係小馬哥仲要為佢嘅平哥哥辦事噶，和平統一、民族偉大復興，將台灣變成由治及興，呢啲偉大夢想仲係要靠小馬哥噶。平哥哥好想揸住小馬哥隻手一齊實現夢想嘅，咁所以小馬哥又點可以依家被失智呢？
再講啊，喺佢唔知道嘅情況下，自己嘅老婆同自己嘅家姐暗示話自己失智喎。講真啦，當事人真係都好興嘅。佢依家淨係回應一句錯愕及遺憾啊，都算馬英九呢個人呢溫文噶啦。換住第二個人啊，隨時爆粗啦。再講啊，呢個馬爾南啊，亦多次傳出財務上嘅醜聞嘅。仲有啊，馬爾南啊同台灣黑道關係緊密。馬英九堅決唔信呢個家姐，亦十分合理嘅。上述呢，就係我對今次馬英九失智鬧劇嘅分析同推理啦。好啦，跟住我哋馬上睇下馬英九基金會係咩組織呢？馬英九基金會2018年成立，郭台銘係最大金主，一次過呢就捐咗6800萬台幣，即係大約1700萬港紙俾馬英九成立呢個基金會。呢個組織呢唔係慈善組織啊，冇慈善工作嘅。做咩嘅呢？就搞什麼文化活動啦，主要呢係兩岸交流啊，仲有所謂訓練政治人才咁即係所謂9大學堂啦。簡單啲講就係建立一隊馬家軍政治隊伍，維持馬英九喺台灣政壇上嘅影響力，特別喺國民黨入邊嘅影響力。基金會嘅錢主要用嚟支持候選人出選嘅，收入又點呢？表面上主要台商捐款，但係其實咧就完全冇透明度嘅。一般相信啊，中共黨咧透過第三者捐款應該就最多噶啦。呢個基金會嘅董事同嗰啲會計師咧都唔可以知道收入嘅來源嘅。總之咧，佢哋淨係可以知道每一年一筆總數收入嘅啫。2018年到2024年，馬英九基金會收入咧就逐年升咗3倍嘅。依家每年大約3000萬台幣啦，其實條數都唔係好多啫。黨絕對就俾得起啦。支出咧大約1300萬台幣，咁即係點啊？即係有大量盈餘嘅。而小馬哥亦交足功課俾蘋果哥啦。國民黨同咩民眾黨啊，依家咪真係控制咗國會咯，咪玩殘咗賴清德咯。總之啦，馬英九係中共黨非常非常信得過嘅人啊。小馬哥亦不負蘋果哥所託啊！講真啊，蘋果哥都應該派黨嘅御醫睇下可唔可以醫到小馬哥依家 MCI 嘅狀況啦。好啦，咁跟住咧，我想同大家研究下一個醫學嘅問題啦。小馬哥咁容易感觸落淚嘅，到底易喊嘅男人係咪容易啲患上失智症嘅呢？個答案係 yes。容易喊嘅老人，特別係男人呢，係一種失智嘅症狀嚟嘅。因為失智咧又稱阿茲海默症啦，特別係啲 FTD 失智患者咧，特別容易出現情緒放大、壓抑能力下降、淚點降低呢啲表現嘅，所以咧就特別容易喊嘅。我多次觀察馬英九公眾場合喊呢，佢同時都係眼神呆滯、口齒不清嘅，跟住就喊噶啦。你話76歲好老咩？亦唔係好老啫。馬英九聲稱長期有運動啦，又有頂級醫療照顧啊，但係咧我睇到佢嘅動作係絕對不合理地老化嘅。我前邊講啦，馬英九拍片證明自己冇失智啊，但係咧有個動作，馬英九想轉身，鏡頭馬上 cut 咗嘅。我相信係佢唔想佢轉身嘅動作俾人睇到，因為佢個動作太過老態啦。我咧睇咗好多新聞片，馬英九嘅行動平衡方面唔係太好嘅啫。大家睇下早前71歲嘅任達華唔小心撲親，佢第一時間自己本能地起得翻身，由此可見任達華仍然好 fit 嘅，但馬英九就唔掂啦。嚟到呢度我又叉開講樣嘢，觀察一個老人嘅老化其中一個指標係呢個老人4類動作表現成點。4類動作咩動作呢？就係推、拉、轉、走。如果推拉轉走4類動作只係慢些少，都係做得到嘅，仍然大致上流暢嘅，咁算 OK 噶啦。所以長者健身又或者其他運動啦，最好包括推拉轉走呢啲動作。亦因為咁淨係行下山甚至跑步其實唔夠全面嘅。OK， 下一個問題嚟啦，係小馬哥嘅外形啊。馬英九當年係台灣出名嘅帥哥啦，呢個大家應該仲記得啦。帥哥貪靚亦好正常啊！不過咁馬英九醫美整形亦實在太過着跡啦，做得太多效果反而好差。成語有云：過猶不及，過咗龍就仲衰過唔夠嘅。
正常76歲男人個鼻以下去到嘴啊、下巴咁啦，即係所謂嘅下庭呢，幾乎必然就收縮嘅。個原因就好簡單啦，因為膠原蛋白流失，骨質咧亦流失，下庭咧就一定收縮嘅。咁然後下庭咧就變短咁，但係馬英九嘅下庭咧仍然十分飽滿喎。另外咧，佢嘅眼袋啊同眼皮咧做過醫美手術，呢點佢亦承認咗啊。佢嘅額頭咧係冇乜皺紋嘅，咁啊非常明顯啦，打咗 Botox 咯，仲做埋咧光電提拉啦，仲有注射玻尿酸啦。咁所以馬英九就出現咧蘋果肌啦。但係做完呢一大堆嘢，馬英九一啲都唔令人覺得佢年輕㗎。點解呢？因為佢冇活力感啊，眼神方面輸晒啦。所以老人家千萬不要割眼皮啊！如果割眼皮，多數咧好肉酸嘅。好啦，普京又點呢？普京醫美整形亦100%，絕對係有嘅，冇可能冇。第一啦，普京嘅額頭同眼角係零皺紋嘅，肯定打咗 Botox。第二咧，西方媒體形容普京咧係 pillow face， 即係枕頭面啊。一般73歲長者，普京73啦，冇可能塊面咁飽滿嘅，甚至普京仲出現蘋果肌添。大量醫美專家都指出啊，普京係高頻率注射玻尿酸，同埋咧進行自體脂肪移植添。咁另外，普京上台到依家啦，佢做過多次眼袋手術嘅。當年咧仲未打俄烏戰爭，2010年10月，普京去烏克蘭基輔參加貿易談判。當其時咧，記者發現普京嘅眼袋啊，哇有片乳青色。當日咧佢就搽咗好厚粉噶啦，都遮唔到咁。當晚晚宴咧都要取消啊。OK， 習近平又點呢？習近平用醫美執下應該都有嘅，不過相對就少噶啦，所以效果咪比較好咯。佢應該咧都有打 Botox 嘅，不過應該咧比較輕量咁。面部肌肉習近平比阿普京咧鬆啲，不過咧對比2017年到依家，習近平嘅皺紋係少咗噶，唔係多咗。咁所以咧佢係有打 Botox 嘅，不過咧更加大可能佢係長期進行鐳射護膚啊。再加上習近平就肥啦，所以咧冇咁容易出現面型崩塌嘅。Donald Trump 又點呢？應該係最少甚至冇醫美整形啦，因為一則咧佢有皺紋啦，二則咧佢條頸啊有 Turkey skin 火雞皮啊，咁而且佢嘅表情咧亦多過普京同習近平嘅，係冇出現膠面嘅。咁所以 Donald Trump 咧就算有醫美嚇，應該非常非常之少啦。嗱，總之啦，獨裁國家領導人咧係必須抗老嘅，獨裁者要令嗰啲韭菜覺得佢哋冇老到嘅。因為咧，佢哋要令啲信徒啊相信佢哋嘅權力同外貌一樣唔會衰退嘅。最後，請大家繼續收聽和你看天下，記得訂閱、點讚、留言啊！呢條片下邊有超級感謝嘅，請支持下，拜拜。